这不是滑板很厉害吗？谁要是在这上面能做个拉板动作不掉水，我奖励一个人500元。掉水了！滑板先生，这个小短腿跳不过去啊！走。教我呀！跳不过去的淘汰啊！完，我直接增高难度，我决定一定要。看到没？你这个不算，滑起来做才算啊！没事，滑就滑。这个就是实力，好吧？还有谁？强者从抱怨环境。哦，收下了。还有哪一位？喂，哦，小心了，你赢了啊！还有谁？我可以。腿那么长，肯定会掉水啊！掉死你了！滑板终于掉水里了！来，我来。你要是挑战成功，我多加100个零。阿天，哎，啊，哎，都给你了，牛片啊！